咁今日咧都想用一個好簡短嘅回應咧，係關於話見證人咧常會提出嘅經文，就係喺約翰福音嘅第20章17節，用嚟反駁認為基督徒所講緊耶穌基督係三位一體嘅上帝係唔成立嘅嗰個嘅經文理據，就係約翰福音第20章17節，佢哋會咁樣講㗎。呢度咧，耶穌喺復活嘅時候咧，就對住抹大拉嘅瑪利亞咁講喎。咁耶穌就話：不要拉住我，因為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到我弟兄那裡去，告訴他們，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上帝，也是你們的上帝。咁點樣去回應呢一樣嘢呢？咁我哋就要去第一步要做乜嘢呢？唔好急於去回答先。第一步咧，要去澄清一下對方其實想問啲乜嘢。你問一個問題，耶聖嘅朋友，你係咪想話耶穌基督佢稱天父為上帝？咁如果耶穌係上帝嘅時候，咪就係上帝之上仲有上帝咯？你係咪用咁嘅意思啊？咁好啊，如果係咁嘅話，我哋試下去睇下聖經，同樣呢啲字眼上面咧，會唔會達至你想諗個問題嘅喎？第一樣嘢，我哋可以睇下咧，其實喺詩篇嘅第2篇嘅第6節係講緊啲乜嘢咧？我已經在錫安我的聖山上膏立了我的君王，我的王。即係呢度提到咧，我的君王，我的王，上帝佢稱另一個個體為我的王。如果我哋用一個嘅理據去睇嘅時候，上帝亦都可以稱另外一位叫佢嘅王嘅時候，咁上帝本身仲係咪宇宙嘅君王啊？我哋會唔會咁樣去質疑上帝呢？會唔會啊？咁我哋都可以去睇下聖經入邊另外啲嘅記載，譬如嚟自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嘅第1章嘅第8節咧，就咁樣去描述關於子，他卻說：上帝啊，你嘅寶座是永永遠遠的。換言之，獨一嘅主宰上帝耶和華本身作為天父咧，佢都嗌佢嘅兒子做上帝嘅。上帝可以嗌另一個個體叫上帝喎，咁係咪就會令到佢本身係獨一上帝呢個身份受到質疑咧？我哋會唔會咁做啊？喺希伯來書嘅第1章第10節，咁呢一度咧講到咧，他又說：主啊，你起初立了地嘅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耶穌又稱佢嘅天父做天地嘅主。天地嘅主，佢嗌另一個個體做主，係咪即係講緊天地嘅主宰上面仲有另一個主宰咧？我哋會唔會用咁樣嘅理據去質疑上帝咧？如果我哋對於詩篇第2篇第6節，對於希伯來書第1章嘅第8節，希伯來書第1章嘅第10節，我哋係唔會因為上帝本身嗌另一位個體做我嘅王，嗌另一位個體做上帝，嗌另一位嘅個體做主，以致質疑上帝本身有另一位嘅君王，有另一位嘅上帝，有另一位嘅主宰嘅時候，同樣嘅邏輯喺頭先耶和華見證人質疑嗰個嘅經文，約翰福音第20章17節，我哋回應就係：當聖經入邊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嗌天父另一個個體為上帝嘅時候咧，唔會令到佢係咪上帝呢個身份受到質疑嘅。約翰福音第20章17節唔係一個充分嘅理據去證明或者去反駁耶穌係咪上帝啦。